先来做客，万年来了，今日来初了的来宾呢，真系后生哦。不过呢，我本大家注意到係得到的一個人工發型節一個奧斯卡比賽哦，吼。伊係個台南模的設計師、發型師，美國的畫圖嘅莊 UV， 歡迎 UV。主持人、老天使前面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庄 UV。好，本人可以來韓國後生咧吼，不過戰功彪炳吼，參加過幾多擺比賽，沒有幾好嘅成績。今日來呢，當然吼，我哋做慣例都係要用一條帶來嘅小物來認識吼，我哋來認識一個後生嘅髮型設計師嘅故事。假如馬上請我哋咧處理帶來提項，UV 帶來嘅小物，可能係乜嘅？也是畫水彩呀哈，我剛剛很怕講錯，那個就會發表。如果講到一開始同台南冇和冇有關係的時間，好，你係完成就會好畫圖誒。係我從小就好畫圖，係，佢係我算係我第一隻興趣，係，個。哪個時間開始？發現這個好畫圖。幼稚園的時間，我陪我哥哥去學畫畫。動應該是按鈕，就是算誤入歧途嘛。對。本來媽媽係會陪哥哥去學嘅，按鈕彈人去。然後我就發現我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所以從國小開始，我就去學。應該係講美術班對，美術班。就會是美術班誒，然後一直到大學都是美術，一直都太好了，沒有間斷。盧卡耶，因為好我盧卡妹有兩個表哥、堂哥、表弟，各位畫圖。唔過家下嘅假使能講去讀美術班啊，總譬如會講。下禮拜穿嚟到洗幕啊咧，吼，就冇媽會不能拖，唔過能錄卡冇咁樣，爸爸媽媽家下就懂支持哦。就是有一個興趣很重要啦，然後是不是真的可以賺到錢，他們覺得沒有那麼要緊，但我自己很在意，所以我後來就跟爸爸媽媽說，我很想要去做一個工作，是可以比較快速可以賺到錢。雖然我家可能沒有特別有經濟的壓力，但是我希望我的工作是可以賺到錢的，就是因為我會覺得台灣的這個環境市場要發圖，這個市場很小。對。你家下就發現呢？因為動動英講亞模市場，傳唔到錢，因為看到動動畫家故事就是很窮困潦倒，畫賣不出去，所以我們從小就有這個，好像就有這個認知，我自己啦，所以後來就沒有做這個工作，但是一直以來的學習的歷程都是在畫畫。原來係安尼，後來行到髮型，就係因為有意識到，就係可能我喺台灣用畫圖來落實東南。故此你就去找了另外一個，你後來其實也發展得很好紅呀吧嘞。可以這樣說，但是其實我對這個頭髮其實也是從小就有興趣。小時候我就很喜歡跟長輩去髮廊，我哋下款動到聲音的亂，都愛點紅，就吃到很無聊啊。你得走嘛改。就睇個燈安尼。但是我從小就很喜歡去，對，所以我覺得那個環境我好像也蠻喜歡的，所以我國中畢業其實就跟爸爸媽媽講，我要去學美髮，去學做跳藍舞。不過爸爸媽媽知道，你走來繼續學一下畫畫，然後不要那麼快放棄。你會小愛係聲音的啊想法。不確定這樣子。剛很清好畫嘅黑水彩哈。嗰種咁樣帶，這個感覺不是新的哦。用到東久誒。係啊，也用東久誒，係咪？好，陪着你很久了。對。好，也係天一行，剛才來看天一行有味帶來嘅物品，可能生係乜嘅？也嘅就係好多講到。做對聯想誒。冇想到喺貴州就有上愛去學美髮誒，後來係太好邊啊，
嘿，哪回事？周饼哦，走病了后，好，推五过后张一号，刚刚如选课题呢，系咪？就是下定决心。对，没错。不过推五然后其实算晚入行，算很晚。吼，啊，刚刚喺用那个，因为俺哋上到美法路系学徒嗰种学识嘅嘢感觉嘛，吼。应该没很用啊，就是从谁跳那么开始，嘿啊，就是起步的比别人晚。当时跟我一起的这个学习的人都是很年轻，高中啊，嘿啊，对，然后所以我一开始觉得有点小吃力，不过就觉得，好像有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情。所以也觉得我从国中、高中到大学毕业，都跟我爸爸妈妈说，应该可以走跳那梦。哦，对，然后但是就是一直可能因为画画的状态也还不错，国中说了一次，高中考上屏东大学之后，应该有讲一摆，讲可以走跳那梦。哎，我爸爸妈妈知道，会先大学毕业，长工。你长去走跳那么，安用学校，因为去知道，安因俩师团嘿，就是要有大学是一个好像呢，对，好像是以前他们农业社会的什么小学的这个标准，所以我就想说，好像也可以，然后多交交朋友，然后充实一下自己的内在，再去做头发，好像也可以，所以我是走病。以后那张开始走跳那梦，不过如迄边那讲，一个家庭其实酝酿很久呢，多年呢，超过10年。所以爱讲本动音堂讲爱那只想法，佢就知道台积家就知道哦，很少还有上音这么年轻这么小就决定自己的志向。其实应该每次都动身起，所以讲我这个想法居然可以维持这么久。系啊，对。啊，不过推人去学，又系按辛苦嘅条路。人家还有讲过啊，人系上上嘅无求用，会冇？唔会。因为我动手会走俩东西，所以我去走的时间虽然很辛苦，一开始我手也是洗到都干裂啊、破皮啊。然后跟爸爸就让来讲，你要不要放弃？你要不要回来？我们回家，我们照顾你，我们养你。对，爸爸那时候其实他是最少表达意见，但是他看到我手变得安妞，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是很心疼的，就觉得说啊，你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吗？你画画不是画得好好的吗？虽然赚不到很多钱，但是也没关系。但是我就觉得人家在跳路很爱动胸而走的东西，所以我其实是很坚持的。然后我也用很短的时间就走那个信上，就是师傅了，就做到设计师了。你做从一九变做设计师，台积家就讲大概要3到5年，但是我大概花了2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我就升上设计师了。所以我的速度其实算是蛮快的，我几乎每天跳路走梯以后，我就练习，每天下班都留下来练习。对，2年几脚哦，算很快。咁你以前做设计师係先剪头那麼，還係染髮，那一個線？一開始應該走，其實走助理的時間，應該其實係練徒步，就是我們說就是練不管是上藥水啊，或是染跳那麼，就徒步，就所以我帶染刷來，對，就是練在假人頭啊，或者是真人也可以練習，就是但是先從這個塗藥水跟染膏開始。可以這樣說嘛？就係我變做設計師，而個價格就是花時間。就是當然有一點可能有一點天分，然後可能美感也有點重要，但是我覺得練習是最重要。無論有一朵的天分，就係要練。等下還有幾多同一個髮型設計有關的，還可以繼續講。然後看第3項有未帶來嘅物品，關那是還有乜嘅屯？都是小東西。按等真一個人工也還蠻這是荷蘭的畫家，叫做梵谷。為什麼是他？
也係喺哪買嘅？在荷蘭買你。都喺荷蘭買嘿哦。掠的東西係講，因為愛學法圖發動球，台積甲應該都會有一個就是屬於自己的偶像，對，跟愛寫世界就動好款機的法，該故事愛每次都很感動，就是掠隻人冇錢，冇人地基去做嘛個東西，唔過佢很係堅持佢自己想要做的東西。雖然佢不平誒，不過佢還係那時候動堅持啦。我覺得堅持這個東西在他身上是很觸動我的心的，所以我以立行的世界就特別去荷蘭的這個梵谷美術館，動從因以追星啊，或者是看演唱會的這個心情。雖然這個人已經冇出來誒，不過我就係看機，然後。在那個博物館裡面，它叫做梵谷博物館。我在那裡駐足了非常的久，覺得哇，就是終於可以從就是書這個跳脫到現場，看到它的真跡。用梵谷做你嘅都小可可以感覺吼，總嘛嘅唔會想過按堅持，假使睇下啲一個梵谷嘅故事，哦，如果才過呢，以前吼唔過按辛苦。落台引機前輩，吼，伊哪有可能成發下去？按苦的人喊黑會畫圖，吼，嗰時候他就激勵你很多啊，非常激勵我。好，家唔是哈長，等下我繼續來講。好的，播放 CD 的這個過程其實還蠻有趣的。現在其實平台也可以聽一整張啦，但是其實我想一想，其實真的就只是一個儀式感。我喜歡那個放唱片的感覺，然後我喜歡唱片擺在那裡的感覺。做客萬年來了，今日來材料嘅係發現設計師玫瑰嘅畫圖嘅張友偉，到友偉有分享到一條吼，伊對本單小學到大學露台學美術，唔過裡面行到髮型設計師嘅一個過程吼。睇下團嘅人係看到做好有幾項物品，你帶來嘅東西就蠻易貼片嘅吼，先對亞觀開始好嘅，亞個係乜嘅？其實我嘅瓶子唔係地盤的東西，唔係瓶子標籤的東西，嘅呢啲東西係我媽媽做嘅梅酒。哦，媽媽做嘅，因為當到客家嘅婦人家，就當為做醃製嘅東西。我媽媽做嘅東西咪做得當好。我媽媽做嘅梅酒，我吃到係酒精濃度還蠻夠，所以喝起來有一種很爽的感覺。我做透露做透以後，我常常就倒一杯來喝，我吃到有媽媽的味道，也係講做對念想我的媽媽。我媽媽還在啦，就是覺得就是可以想媽媽，因為畢竟我在外地走透露，就覺得喝這個可以想到媽媽的味道，這樣子。咁從細媽媽對人係用嚟嘅教育。我知道我媽媽就是對我個個動好，我寫世界還用知道，因為我個個動乖，她就是一個很乖的孩子，所以我覺得我現在長大可以理解，如果我要帶兩個聲音呢，一隻動乖，一隻想法動抖，我會覺得這個沒有太多意見的比較好吐，對啊，所以我當然媽媽是對我們很好，媽媽就是一個追求真善美的人，就是媽媽就是我覺得她的人生中冇計較這兩個字，就是她覺得對於要去計較很多事情，她是覺得沒有必要的，所以她給我的觀念其實不是教我要怎麼樣工作啊，怎麼樣賺錢啊，怎麼樣讀書，她反而是讓我講冇去計較，然後她覺得最常聽佢講的一句話就係講吃虧就是佔便宜。他從小就讓我講兩句話，你講喺度，你喺時間喺長地，兩句話係乜意思？用途係怎麼改？就是我現在才能去理解這句話的意思，並且覺得這句話真的還蠻不錯的。嗰種嘅用睇你嘅生活工作，你也是按你嘅態度哦？我覺得算是就是動到時間開始都眼前的吃虧並不是吃虧，
我觉得现在的看法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多做一点事情啊，然后可能会挨骂一下，可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换来更多更长远的一些对自己的帮助。我觉得你下扛係安用。唔睇學時嘅時節，嘅2年啊，應該遇到幾多嘅困難。不過唔就係唔會想到媽媽安尼講。我覺得是就是爸爸媽媽不應該支持係動豆不管是心靈上或者是實際上的支持，那就是都走得不應該度過這段時間。而且後時應該有很多吃虧的時候吧？一定的，對啊。可是我覺得不會，因為我覺得第一個是剛剛講的，就是爸爸媽媽的支持；第二個就是我真的很熱愛這個工作，到現在我都覺得我還是當然，比如說早上起床要去上班的時候，都會有一個想要賴床病，可是我都會問自己說，你到底是想要睡覺賴床，還是討厭這個工作？我最後還是心裡都會選擇，我應該是想要賴床，我還是蠻想去走那條路對。那我按中醫呢？為什麼那麼喜歡？我也不知道，就覺得這個無解，但是就是覺得很好，因為至少可以堅持做一件事情。我覺得是該寫時間某的東西，你講該倆走在走道，該是都很困難不容易，所以我覺得就是沒有去釐清為什麼，但是就覺得這個感覺很好，可以繼續維持這樣。咩意面呢？古說唔會因連殺10年去挑戰嘅美髮界奧斯卡。就覺得可以，第一個是應該只有走在繼續做創作，這個東西很重要，因為應該在現場，應該髮型現場就是做一般的音行。就做的東西當然是比較商業的，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可是偶爾還是會想要做一些比較可以有創作張力的東西的時候，我就覺得比賽是一個很好的舞台。因為記錄唔係顧客取向，而是嘅美感、審美安尼。咁唔記擺啊，因為4年都睇4年，你有感覺講馬嘅冇共樣嘛，就是你自己的差別，除了講書都肯聽。對你自己講，我青苔嘅差別係嘛？因為應該前1年其實已經得到第3名了，就是全球的前3名了。那就想講再拼一下好了，再看看有沒有機會。其實就是那個不放棄的那個精神，想說都做了，都已經做3年了，再做1年好像也唔怕，沒走多快。所以那時候就想說再去參加一次。對啊，所以那1年就也是入圍了，然後今年快時應該疫情快開放了，那個月剛好開放了，所以我就想說，我就走得比起英國決賽會比起英國參加。如果先重做，算是現場展演。對，有現場展演的部分，然後現場頒獎，就覺得說，可以現場被頒獎是一個很好的這個榮耀以及殊榮，所以想說，就算沒得名也唔怕，就去聊去看看，沒做得。按你一條路其實也幾無限啊，也看到也邊有一種 CD， 也個係見家人哋彈 CD 嘅後生嘅把唔多嘅哦。非常少。托嘅也個算後生嘅團，唔過係彈過唔彈嘅路係可能比呢韓國老嘅。其實應該彈嘅歌都是可能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金曲，就是我出生年代的歌。那就是都那些歌動雋永，然後就是很經典啦。會去聽一些安英公的老歌。兩韓英講的老歌，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歌詞啊、曲啊、聲音都很雋永。唔係我以前還係唔好聽嘅，就係記得。好啦，我接受你說老歌。應該係講愛好重構，因為愛唱，所以你就會去涉獵。然後可能自己長輩緣也不錯，所以就會想知道，這些哥哥姐姐們，然後長輩們喜歡聽什麼歌，有機會我可以唱給他們聽。一開始其實就是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哇，這些不說老歌，就是經典的歌曲，對，他真的越聽越喜歡，所以我就去，去
又买购诶，做在烫，嘿，可安样。我今仔几度过诶，几种平台没知名度，青梅豆啊，系啊，你做嘛还喺弹 CD？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又一家情调，但是都它是一个仪式感，对，所以我就觉得，播放 CD 的这个过程其实还蛮有趣的，而且你不会说，你可以听完一整张，现在其实平台也可以听一整张啦，但是其实我想一想，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仪式感，我喜欢那个放唱片的感觉，然后我喜欢唱片摆在那里的感觉，其实就这样。你哪个时间会进行这项仪式？其实应该讲走 tail 路，走 tail hill。就是下班几多路卡，如果弹 CD 安尼，因为今仔几多年尾会开始有现嗰種用 Q 盤，那種唱盤咁樣，就係嘅嘢儀式嘅感覺。其實你還沒動音燙個黑膠啊，動音，所以我這個就是跟他們類似，只是我的覺得這個比較不佔空間，然後比較好買到。入邊還有一個資金，一個係有乜嘅故事？你應該是英國比賽的時節啊，我就想看，應該係講我當好看一部電影，叫做《新娘100%》。它也是一個 old school 的電影，然後那個好看的愛情電影，算係，英國倫敦一個叫做諾丁山，對 Notting Hill， 片名就是 Notting Hill。對，我就想我一定會去給他提供。它是一個市集，對，我就去逛了那個Notting Hill Bookstore 的那個地方，然後就天陽地波沒有那就一款這邊假日是一個很大的，這算是二手市集，然後它賣的東西很廣，有蔬菜、水果、甜點到一些老物，然後衣服。我倆絲巾可以撈一家老阿婆賣耶，我覺得他看起來70、80歲，可是他很熱愛他的工作，他打扮得好漂亮，對，然後你可以看得出他的年紀，可是他還是很認真的打扮，然後他就是在賣很漂亮的絲巾跟帽子，然後我就覺得很想跟他，很想支持他的這個熱情，那就繞給賣兩條絲巾，然後當下我就把他圍上了，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有去到我很喜歡看的電影的場景。第二個是我看到一個老阿婆，很堅持佢自己嘅條路，應該係咁講。我說我去旅行嘅時節，我去嘅素材也唔係講特別睇下一定會過去我去嘅幾種素材哈。應該是我都自己去自助旅行，所以那個行程的安排就很 free，就可以。我喜歡去倆，我喜歡去幾片，就不是旅行社會安排的那種行程。對啊。咁安好包同我特別安排嗰度美術館啊，一個地方。一定會。如果去歐洲或日本，那一定會去看美術館，把可以逛的都逛一下，這樣子。就係對包圖嘅興趣很係有呢，很係有。好過下一團呢，有比如在睇下去到伊嘅路卡，韓國會講哦，原來睇下都真啦。那個是一個破釜沉舟的心，大概有前3個月就會覺得說，我要不要就放棄，就是心裡會有這個想法，因為會遇到很多的困難挫折。今日土台這個來到倆呢，係我嘅vodka苗栗南總。其實我係挑粉嘅，不過我爸爸媽媽倆就帶喺度倆一隻家庭啊，地陪人動重遊，係我倆下冇做挑路嘅時間，我就轉來看我爸爸媽媽。俺看到倆天水居啊，就係俺因為俺姓莊的堂號天水，就叫天水堂。我爸爸就按名叫做天水居，所以這是我們家現在的名字。兩片啊，有凍到
植物啊、花啊，全部系俺妈妈种的，因为去种好花花草草的东西。然后我们家又有安用的体缝，都在本地发挥。然后我觉得这边很漂亮，就是一般都市看不到的东西。从那在木卡有洞豆熊安用的标语，就应该写的，因为我对洞豆社会议题可以动惯性的，因为它来的世界都在看到安用的理念。我妈妈是一只爱做迄个动地表的人，不过伊手艺还不错，就是去做饭啊，也还做这些腌制的物品，伊还蛮有才华的。也就係愛個卡。也就很愛追蹤伊的吧台，我倆煮咖啡，搶倆6勝。像愛煮咖啡啊，其實係閒情逸致的，不是說動專業，所以就是煮好玩的，然後那個看起來有那個架勢就好了。吧台應該是講愛從細時節就當上學一隻提縫，唔講愛跳擺細時節木卡摩倆提縫，係啊，愛係愛通好的木卡的時節，當好係個吧台聊，係倆見波的時間，俺爸爸就特別有做了一個吧台這樣子。俺叫俺某事情啊，聊的時間就從下轉來聊，係其實咪某做埋事情，我講就讓俺爸爸媽媽打嘴鼓啊，共下訂咖啡啊，對，那時候轉來係一隻動放鬆，然後都在充電的感覺。你來做客，萬年來了，頭都有味帶大家去到伊個路卡吼，忙一講呢，啊，韓國人呢頭都冇留個時間，有味有講，其實一開始會變做民宿，係唔主導誒，本來爸爸媽媽係冇安尼想，會變做民宿，啊，唔過後來安尼總起來變哪講，嗰種都係唔能咧夢想誒嗰種園地吼，酸黑，係啊，你感覺能睇嘅。係啊，過悠吃菜安尼，然後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山居生活的素材。啊，唔係過點做轉移，應該又聊的時間，又喊的時間，應該就會轉。咁睇幾片呢成塊感覺誒喜好啊，係咪唔講？唔睇退伍過後，其實有一段時期也睇想，係咪正經我去做髮型？算是沉澱的時間啦。就是想說，我要繼續畫畫呢，還是我留在家裡做民宿，開發一個新的事業？也係講愛去做跳那麼，給他時間，想動動的時間，就是也剛好讓這個民宿可以很順利的開始營業，這樣子。不過佢想去做跳那麼嘅種子，其實各種就開始萌芽。不過很多推其實難免還係會有一個，畢竟你很晚才要開始，不過還係會有一個嘅採講，都帶愛真嘅安尼投洗下去嘛。對，那個是一個破釜沉舟的心，大概有前3個月就會覺得說，我要不要就放棄，還是我就是沒有想會心裡，但是沒有真的講出來，就是心裡會有這個想法，因為會遇到很多的困難挫折，所以你會想說，我要不要就一天撐過一天的感覺。前3個月算是初期，
会有这个想法，不过具体以后就冇咧，就知道哦，我曾经动好了条路。唔嘅後北圖啊，嗰種係咪也有些遺傳啊？吼，我爸爸咪佢有藝術細胞，我自家去做嘅，佢就嗰種爸爸媽媽家是對任何嘅事情很有那種美感、審美嘅世界，也會影響到下一代吼。你感覺你書都也能影響？爸爸媽媽是覺得他們完全沒有啦，對，但是我始終我爸爸有一些咧，因為佢我較下嘅。樹誒，佢就當好擺這邊擺那邊，佢當好那個樹誒，你喺度醬哦，你在做啲做嘛嘅東西哦，佢當到想法，所以我覺得我爸爸係有兩個那種美感，有這個 sense。剛剛你睇嘅比賽嘅時間啊，你是設定主題還是 follow your heart 那一種？我其實設定主題，我想要就是做出像河流綿延不斷的意象，因為那一年的冠軍呢，這個其實是有主題的，對對對，以能台飛有一個主題，但是它的主題是非常的我覺得是抽象的，但是我覺得他想要表達的意思就是它的主題叫做傳承，我覺得它是一個對於做創作來說，它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東西，所以我就想說，我做出一個像河流一樣的這個效果的意象的效果，所以我是有一點點參考這個傳承這個主題的。後來有提供為什麼評審給你冠軍嗎？其實我不知道因為給當年的個冠軍的作品其實都差異非常大，所以你其實抓不到評審的口味的。還有你講因為佢都係佢單純的比賽，唔係講乜嘅創傷啊，而能作為一種嘅嗰種同商業都有連結的，伊都係一個比賽，故所對各國的嗰種髮型設計師，大家如果佢想去參加。對，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標杆啦，就是因為它並沒有一個廠商贊助的這個立場，所以讓這些真的想創作的髮型師，他是可以很直接的。然後去做他們想要做的創作，然後他們做的這個創作不會因為有這個商業勾結，所以影響到比賽的結果。我覺得這個對於想要創作、想要參賽的人來說是動重油因為人哋得獎嘅，也會感覺講，這個是去公正呢，大家會感覺講冇乜嘅貼配帶下嘅原因。沒錯。咁你很用嚟得到你嘅養分哦，你很用嚟去靈感啊，也都會對內亂。其實應該唔定係養分定來，但是我覺得就是生活。我覺得我就是去觀察周遭，我覺得那個就是很用心的去感覺周遭旁邊發生的事物。我覺得這樣就可以有很多的養分，所以其實每個人生活每一天其實都會遇到很多東西，但是就看你會不會去把它內化，或者是你會不會拿放大鏡或者顯微鏡去感受。我覺得就是這樣子。就可能一般人我相信大家如果去髮廊，很少人可以自己剪嘛，跟染啊呢。當然人家染也有，不過我染到過講誒，如果潛專業唄。對我哋如果想我有一個想象。可以提做出來，給中間執行的藍圖，你感覺係執行很高難，還是你嘅頭前的 idea 很高難，還是也都係冇可用的各種冇可用嘅難度。我覺得執行上一定會有它的難度，唔講喺此度想法係最難的，因為想法是不可被取代的，技術我還可以，我看能怎麼做，我慢慢練。可是想法這種東西是。就是有點像是靈感乍現，對，所以我覺得靈感是更難的。你剛剛第一個一個傳承的主題，咩呢一句想出一個你想要做出河流的感覺。其實凍結誒，我凍結，因為那次都，我覺得就是要把當下的想法直接做出來，不要去有過多的轉彎。我覺得這樣是最直接的。對，我覺得創作有時候很直接，其實是可以感動人的。如果先畫下來哈，我有先畫下來，都會大部分畫一個安講草稿，對。
啊，杀下来就会怎么样做到你熊熊的给也用的安呢？因为走假人头先，哈，做假人头，先做到一定的有一定的像一定的程度，然后我再去请 model 一走，哎呦，也还规划心力囤体力哈，要都是很花费的，非常对，不过就会归念爱呀件事情，嘿，所以那个就是爱到不知死是吗？那个有一个台语，还有对，就是因为就爱到了嘛，所以我就只好奉献了这样子，对。好，家都等下最尾一团呢，就爱来说有味带来对于有特别意义的料理，等下来看他生系嘛嘅。有一次我被我爸打的，感觉我可能快要被打死了。对，这可以讲吗？不管，我要讲。我爸以前对我是非常这个凶狠的，他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慈祥了。接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炒料的是发现设计师仲有味，也去集团来是好食的吼，是好料。可能是有味带来嘛嘅，对于有特别意义嘅料理，人哋请处理蒙本眼人。哦，迄鸡汤，好，也个香菇鸡汤也唔知係咪到底跟客家有关冇吼？因为我几多朋友都係香菇鸡汤係会出名嘅。我但是我妈妈问我什么嘅，我规屏东的时间，我会点的就是香菇鸡汤。啊，唔咩係唔贵好食，也係唔係煮由妈妈煮，还係爸爸煮？妈妈，是不是香菇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算是随手可得，在家里一定会库存的一个算是干料。我爸爸豆了下，还有这个香盖的哦，嘿，另外我卡香盖的大概20-30只。马克时间可是有几多年了哈？其实从我很小时候我们还没有住在现在这个山上的家的时候，他是在我们家顶楼就养鸡了。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很爱鸡，小时候我爸还让我把整窝母鸡孵小鸡搬到我家的浴室让我去看。那个虽然我现在正在吃鸡，但是我以前是把它当宠物在养的。对对对，会有这个时期。后来我爸就很认真的告诉我说，这个是他养了是为了拿来当食物的时候之后。我就震惊，然后就慢慢的，就意识到说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局势，所以我现在是接受了，就是但我爸还是持续的在养鸡，然后我觉得这个鸡汤就是，是跟爸爸的连结，就是爸爸养的鸡，他养鸡都不是速成的，我妈每次都嫌他那个鸡养得太老了。就是要花好多的食物去喂这个鸡，然后他要帮他煮的时候又觉得好难煮到很难焖，就是因为太老了。拿来炖汤可以，可是你的肉就变得不能吃了，就很可惜。对，所以我爸就是一个把鸡养到很久很久，一般可能8个月、1年就差不多可以吃了。我爸可能都养到1年半、2年。对，他可能可以养很久。伊咩有落买耶？没，有了这个是算是，还有可能拜拜啊，可以要有3牲啊，或什么时候就可以杀而且他都自己杀他很厉害。因为我妈一直跟他说，哎呦，这个现在养鸡真的太麻烦了。虽然我妈也没有真实际去养，但她就觉得说，这个工作太繁琐了，你要自己孵小鸡，我爸还要买那个孵蛋箱自己孵小鸡。然后从小鸡点灯到大鸡这样子，然后你还要养在户外嘛，你还要防老鹰、防黄鼠狼什么什么的。然后你过年过节你还要自己杀、自己炖。我妈就一直觉得说，哇，这些成本跟耗的时间其实很长。要不要直接去买就好了？所以我妈一直是鼓吹放弃的这个理念，但是我爸爸就一直坚持要自己养鸡，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有他的这个坚持跟他的用心啦，就是他花很多心思在养鸡跟照顾这些鸡身上，所以应该吃到
这个汤喝的就是一个爸爸的味道。对对对。你都有讲到妈妈对你的教养就係你的印象很深，就係妈妈唔低高，吃亏就是占便宜，你给他的人生哲学。跟爸爸呢？爸爸对你亲台嘅养育。爸爸我觉得我爸就是一个很热爱，就是他什么都可以做，就是这是我要跟他学习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很多东西是我无法做的，比如说要扛很重的东西啊，要自己收什么东西啊，然后要做一些很辛苦繁琐的事情。但是我爸爸所有事情他都可以做，他连小到修马桶啊、修汽车、修机车，他都愿意学、愿意做。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中生代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就是什么都会做，因为他可能成长的环境是辛苦的，就他那个年代，民国40几年是很辛苦的，所以他就养成他这个刻苦耐劳、勤俭持家的这个人生哲学。你讲细细时节哥哥会乖，然后你意见很多，跟爸爸妈妈对这个意见很多的小孩，就是被爸爸打得要命啊。有一次我被我爸打的，我哥感觉我可能快要被打死了。对，这可以讲吗？不管，我要讲，就是我爸快把我打死了，然后我哥就拜托我爸不要再打我了。我爸以前对我是非常这个凶狠的，他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慈祥了。都带有硬拐哦，就是很多意见，然后你做错事情还要顶嘴的那一种，然后要被打还要跑，就那种啊，所以最后被逮到就是真的很打对啊，是这样子，就觉得说爸爸的理念就是。不乖就是要教训，你才会记得。以前呐，对，是这样子。以前跟年代黑暗的，就黑暗他冇教育，现在是爱的教育。系啊，不过有一段对爸爸，因为爸爸以前对你按我嘅话，你会有一段时间，你能跟他困起了感情以后，会有一段拒绝爸爸的时期哈。其实我觉得其实没有因为。应该在你们还没有叛逆期，我觉得我没有所谓真正的叛逆期。你只是皮。对，没有真正就是像别人可能国中、高中会有一个叛逆到不想讲话干嘛。我其实还好，我一直以来就是话就是这么像现在这么多，所以好像没有真的跟爸爸疏远。当然被打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反抗，可是那个时候还小，所以其实你还是这个附着在爸爸妈妈身边，所以其实不会真的就像。谁呢？不能爸爸妈妈骂，不能线上打，也不会真的就是逃离呀。这他还是喂养我的父母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会真的有这个想法，也没有真的跟爸爸疏远。对啊，我爸爸就是在一个很巧妙的时间，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变成现在这个状态了。韩国人伊呢对你的理想其实如果支持，非常支持。对啊，这个是很让我觉得很踏实的，就是觉得至少我不管做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都还算支持我。对。一點起好，因為其實有講到哥哥係歷史嘛，就你們兩個做的其實一般的眼光不差異動態用嘅東西，不過一路係支持，你想要做嘛嘅就去做啊。因為爸爸媽媽就是算是因材施教的路線，就是覺得你在生嘅做在發展嘛改，佢在生嘅做在做嘛改，就本地去走。所以我觉得，爸爸媽從來沒有拿我們兩個去比較，就說，我哥哥可能念書念得真的很好，他是那種半夜都在 K 書的人，然後我可能7、8點就去睡覺的人，對，所以我們兩個本來就是很迥異的。那我爸爸媽媽覺得說，小朋友本來就有自己的獨特性跟自己的這個，就是可以發光發熱的地方，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感謝爸媽，就是沒有把我們兩個做比較，然後我覺得我們兩個都有自己的一片這個發展的天地，這樣子。剛得獎的時間，尤其得到冠軍，你係乜嘅反應？就立刻打電話給媽媽。媽媽那時候台灣凌晨4、5點，我媽就想說我打電話打天發布機一停，得獎了，所以她就趕快接起來，這樣。對啊，很開心，然後很不知道，反而變成臉部很僵硬，因為不知道，就是我也沒有想到是我啊。我想說哇，可以去英國玩一趟，然後就是自己去那個自助旅行個20天，然後覺得很讚，然後
想说没得奖也没差，反正就是已经飞过去了，就好好玩，结果得奖了。所以我其实是比较一开始是尴尬跟不知所措的。咁也个得奖有影响到去上撒哈拉的路哈，唔可以设定目标嘛？其实没有特别的改变，我该俩还去做讲师，因为应该得奖，所以就是有厂商希望我们可以合作去做教学，可以把我的一些想法跟创作的东西可以分享。所以我现在除了在发廊现场工作之外，就是有在做教学。对，你讲到周头那么就会感觉出眼睛都会发光的哈，这些热情就会你不知道哪里来的，你就会有热情。可是做服务哈，他把很会读到很难搞的顾客啊，他不会影响到你，给你热情。因为我觉得那变成是两件事了，就是一个是跟人相处，一个是技术本身。我就是喜欢这个技术工作本身，可是人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是服务大众的，所以一定会有。就是我觉得不要说是 OK 啦，就是比较沟通上可能会有落差，一定会有，然后一定会有。我自己也会承认，我有时候就是会做不好啊，一定会有做失误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这个低姿态，然后我们一定要就是很谦虚我都是这样，就是当下我就是心里就告诉自己说，不行，我一定要就是想尽办法帮你处理好，我们态度一定要好。其实就这个心，我觉得通常客人最后都软化下来，就说哦，那没关系，那我们再怎么调整，当然那个前提不是把头发都用毁了，只是可能有一点点沟通上的差异，颜色的表现跟他想要的不同，最常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调整，就是这样子。就说因为撒哈拉如果继续做哦，就还爱有热情，一定会继续做啊，因为你还没有想都会走在走马街。不过你热情都睇呀，那还会去比赛吗？已经得多个月了。目前比较没时间比赛，但是我还是有在做一些发型或是画画的创作。哦，画图还继续。家做喺你嘅兴趣还喺维持，就会完全创作嘅。就觉得可以疗愈一下身心，可以做一下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还是会画一下。我比较常去写生啦，就是看到今天天气不错，然后走出去画一下这样子。今天感谢友谊分享你的故事，按后生一定还有未来大有可为哦。谢谢，什么？多謝，谢谢。謝謝。也可以有到你嘅標準嗎？有啊。因为不是買的，我吃得出來不是買的。所以越來都係加強。人家會放多比較長。家也會放，也會放。為什麼現在5年前其實是沒有吃